家衫掀起來，胸口有烏青。今年這6歲的查甫囡仔去到永康的一間安親班寫功課，煞佇咧11號，跟媽媽講，家己被老師用手骨頭拍。當時就是我小朋友在寫作業，然後他的老師坐在座位上，然後叫我小朋友站着，然後他可能寫的不好，他要寫分，然後寫國語、注意那些有的沒，他塗改，然後寫不好，然後老師就用走起他的心臟。據講家長就帶囡仔去驗傷，證實胸口有挫傷，去甲到安親班討公道。不過這名查某老師的態度，讓家長相當不滿。無要回就算啦，閣抬頭擺，閣嗲大細聲，無拍為蝦米烏青？你照講你要甲一個當到烏青，迄是愛出大力啦。講真誒啦，阮有問囡仔講不知伊去用拍爾。你若講囡仔，敢會講白說，對無？家長也閣講老師拍人的地點，意思是教室內底的幹事起死架，無翕到司法過程畫面，質疑老師是調工的。台南市教育局前往稽查，發現安親班評估這名老師的行政流程無按規定通報核准，先對負責人罰5萬塊。我們絕不做任何形式的體罰，如果有，我們絕對不會寬待，絕對會嚴處。對，但是事情要講求證據，我不能因為孩子的一句話就去讓老師的辛苦被抹滅。該司在11月12日起已暫緩到該中心靜候調查，等待社會局完成社政調查結果。教育局將盡速召開不適任人員認定委員會，依情節認定1到4年或終身不得任教資格。教育局嘛，甲這名老師停職，查明敢有不當管教的代誌，所有相關的資料嘛攏交由警方調查。也毋過查某老師的翁也閣佇咧網絡頂跟家長來冤家，實在是有夠喊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